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初4 AM 新闻，我是陈家豪。新闻一开始，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早暗伫火车发生旅客无爱补票、抬警察的事件，受伤的警察今日透早奉宣布救袂回来。中国伫国际护理协会大会顶面，甲中国看牌啊，亚国旗外交部陆委会做伙来谴责中国。苏贞昌今仔日视察台中汉溪大空桥的计划，罗秀燕用缺席行政议会来表达抗议。头先，咱来关心到咱民众的安全。代替应5二处自强号列车，昨发生着旅客抬警察的意外。昨暗8点多，一名姓陈的旅客因为拒绝补票，代替警察局的警员李成汉上车来处理，对方摔下水果刀啊，堵伊的腹肚。嫌犯落尾是有制服，不过警察回流伤济，送病院了后，今仔日透早奉宣布救袂回来。拄乘客翕的影片，当看到挂目镜细地查甫人甲警察的腹肚堵两下，啊，毋过警察嘛是真勇敢，冲过家己的手抓掉咧，避免伊阁伤到别人。落尾嫌犯虽然去用制服，啊，毋过警察回流伤济，送病医疗嘛是无救倒转来。清晨3点多送到加护病房，接着继续再急救。那一直到今天早上7点35分左右，病人的血压、心跳又停止，所以又开始急救，一直到8点10分才宣布急救无效。代志发生伫初3暗时8点多，54岁姓陈嫌犯无买票拄台南就车，伫车顶去用发现了后，佫拒绝补票。列车长原本要求伊伫家己落车，啊，毋过嫌犯煞开始伫车厢内底起火局，尾仔干那会当请警察就车来处理。要求他到嘉义下车啊，他说好啊。然后到嘉义的时候，在临时内收件室的时候，他一个人就跑到第4车去咆哮啊。临时接获通知，我们就派一个人上去。当时也没有告知我们那个状况，那歹徒是临时从他的背包里面腰包拿出利刃。代替甲铁路警察拢无受到讲乘客出现攻击的行为，因为公务死去的警察李成汉，后礼拜才打要过25岁生日，是去年为伊的后生出代志了，爸爸甲妈妈拢无法度接受，希望讲司法会当主持公道。啊，毋过54岁姓陈嫌犯去用以杀人甲妨害公务罪移送的时阵，一直黑白骂，伊台南的某讲伊有忧郁症，嘛跪来替伊回息咧。因为知影足久无食，即摆因为迄个经济压力重哦，足久无食，病起来。台南市社会局调查，嫌犯嘛是中价收入户，甲太太拢共款有忧郁症，啊，毋过太太继续看医生食药啊。嫌犯敢是因为经济压力不爱开钱来看医生，搁爱等待检方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丰台市的警察为着要排解补票的纠纷，所放来都市。总统蔡英文甲内政部长徐国勇下晡去过身警察的灵堂，甲念香。当时是手无寸铁的警察，也无来用枪。蔡总统也讲，要补260人，互铁路警察，也会增加适合伫车厢内底使用的电棍。代替的产业工会也呼吁代替，爱增加防身的设备以外，另外爱强制补票都袂当入站。同时列队敬礼，送因公顺捷铁路警察李成汉离开病院。很可惜失去了一个好兄弟，他好像是我的儿子一样。原本伫该车站伫勤顺路，却因为排解补票纠纷而无名，同时未当接受，也真唔甘。蔡总统甲内政部长徐国勇下晡去致意，宣布晋升李成汉为巡官，补偿金1900万，也加强警察伫勤安全。未来又好好的检讨，让我们这个远景在执行的时候能够有更安全的执行职务的这个环境。在我们10月。我们的警专的，还有我们这些新的警员进来的时候，我们铁路警察局会补充260名左右。铁路警察局将优先补充人力，避免告一个人敌勤的状况。对当时李成汉无使用枪，徐国勇也澄清，并是路警无配枪，而是车顶大部分处理纠纷加上空间较细，用枪有其他顾虑。会检讨是毋是要电击棒代替产业工会认为代替应该先废除无票进站。无票上车造成的纠纷是最多的因素所以我们也希望铁路局可以严格的执行不要有无票上车。
铁路警察最后配置伫大车站有装放置救车支援，车离开的时阵，列车长必须家己处理，因此配一支防身的棍仔，工会也希望佫增加防身龙喷雾等装备。记者综合报道。在国际场合，中国一直拢要甲台湾压落底。在之前，新加坡所举办的国际护理协会大会，中国代表直接伫台顶甲台湾代表的牌仔平平，而且阁要砍咱的国旗。外交部甲陆委会也表达不满，对中国来谴责。国际护理协会大会即前伫新加坡顶头，佫见到中国打压台湾，以回避目色。各国代表齐齐行上台，中国代表吴英雄向一伸手，直接越过美国代表，将台湾护理协会代表名牌变过，意思为了遮到名牌顶悬印有中华民国国旗。国际护理协会就通知我们说，中国这边有递交他们的抗议信，就提到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啊，那希望我们出去的时候要把台湾后面要 come on 再加一个 China， 那当然我们听到了就觉得很不可思议。但前面表示，早伫大会前一礼拜，主办单位就受到中国打压，要求将台湾护理协会国籍改为中国。在咱的严正抗议之下，才有平等参加的代表性。外交部不止强烈谴责，并伫第一时间协助捍卫民间团体参加国际交流平等地位。陆委会也对此谴责中国的粗暴暴力。这个举动是非常粗暴无理的。中共在国际上一再打压我们的活动空间，更矮化我们的主权地位。台湾绝对不接受，也不会屈服。国际护理协会已经110年，台湾护理协会是正式会员国，排名第11名。每2年拢会参加这场国际护理学术交流。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的智库甲中国的国台办伫6月时阵举办着年度的会议，参加的中国人士拢认为讲，美国政府一直咧试探着中国对台湾的问题，也讲到上摆的情形是中方可能会根据着反分裂国家法来采取行动。学者也分析到，这回中方真罕得地问到台湾的问题，对美方来讲到反分裂国家法，也这个抗议也代表讲这个话是有影真重。如果总统蔡英文过境美国的期间，若是有外交较大的进展，中国可能会掉卡转地。总统蔡英文7月11日要去友邦访问，按算会过境停留美国4暗，显示台美关系持续深化。不过，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和中国国台办6月中举办年度会议，在上新发布的报告当中，中国议会人士认为，川普政府在试探中国对台湾问题的底线。上摆的情形之下，中国有可能会认为有必要根据反分裂国家法采取行动。大陆已经很多年没提它了，现在已经2019年，已经到现在已经有14年之久。那么这次可以说是第一次，这个类似的报告第一次提到反分裂国家法，表示大陆已经快濒临忍无可忍的这个一个临界点。学者分析，在两岸僵局之下，台美关系持续烧灼，卡到北京当局敏感的神经。若是蔡总统出访过境美国，有想要进的外交突破，一定会引起北京更加大的反弹。不过报告嘛指出，美国呼吁北京要停止对台湾军事挑釁，终止反分裂国家法。美国议会人士讲，美国国防部希望在对台湾军事方面发挥更加实际的作用。我们目前跟美国基本上是关系紧密的友好哦。那我们相信不论是中国大陆它采取什么样子的一个策略跟一个企图，我想我们跟美方的一个互信是非常的重要的。根据美国杂志外交政策报道，川普政府计划在8月国会休会进前，和 F-16战机对台湾军售案有进展。国防部虽然无评论，但是外交部强调讲，中国不断挑战台海和平的时阵 ，F-16战机是必要性的防卫武器。嘛强调美国正在进行审查停事。记者综合报道。台北上海的双城论坛今仔日透早开始咯，伫咧开幕式顶面，上海市长应勇也提出着两岸一家亲。台北市长郭文哲伫咧致辞的时阵，也呼应着两岸一家亲，强调两岸要维持良好的互动。另外，也外传讲，伫咧初5的时阵，郭文哲会甲国台办主任刘结一来会面。刘一杰今仔日也有回应媒体啊。
台北上海双城论坛10周年，今年以创新合作未来为活动主题，台北市长郭文天加上海市长拢参加会议，应用伫致辞时提出两岸一家亲。台北市长郭文天也回应表示，秉持两岸一家亲架构的互相关照，互相爱交流互信，继续在增加善意。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亲望亲好。我们将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持互信的态度及两岸一家亲的理念，彼此互相认识、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合作、互相谅解。只要有利于增进双方人民福祉，只要有利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身为台北市长的我，都会尽最大努力去做。郭文天维持一贯两岸论述基调，拍出安全牌。伊表示，一切会以台湾利益甲人民福祉作为上重要思考的原则。下晡，郭文天阁甲台湾青年创业家对谈，并访问上海第一间结合创业科技创新金融服务的湾区科创中心，也阁甲台湾企业蓝桥集团参观食地王酥。这个是帝王饼哦，市长不是帝王酥哦，市长帝王酥就不能吃了，对，帝王饼哦，吃完就是酥了。这个是谢谢。吃起来觉得怎么样？还没有时间回去。市长，请看一下这边，王处长。真欢喜食到地王酥，也难免互人联想。郭文天这段双城论坛两岸必考题，甲2010总统大选的关联性。伊为了感谢各方斗3天双城论坛顺利举办，郭文天也伫暗时特别举办答谢宴，也将彼此具有成效的城市治理经验带回自己的城市，参考应用，有助于提升双方市民的福祉。晚间结束第2天行程，明天最重要的重头戏就是传出下午柯文哲会跟国台办主任刘捷一会面。对于这项传闻，刘捷一今天回应表示，会，一切都会明了。而陆委会也再度重申，柯文哲若要跟中国重要的官员会面，变更行程，一定要事前向内政部提出补件申请。记者王巧智、谢振林上海报道。接落来，咱来看台湾的政治消息。总统蔡英文今仔日是到新北市三重埔的新社宫来参拜。不过，新社宫的董事长李乾隆也是国民党新北党部的主委，是不是来探讨？蔡英文也强调讲，只是来求神保庇台湾。不过，高雄市长韩国瑜昨昏是伫咧国政观景发表会时阵，表态要来支持核电，佮批评蔡政府失德比欠电更加严重。蔡英文也回结讲，这个比喻是无对等，也强调讲台湾无欠电。总统蔡英文4号早起到新北市沙林堡新社宫来参拜，不过新社宫的董事长李乾隆同时嘛是国民党新北党部主委，是不是来踏着因的地盘？蔡英文敢若讲是来祈求新民保庇台湾。向问到国民党5位初选参选人拢支持爱用的核电，高雄市长韩国瑜更加批评蔡政府失德比欠电更加严重。蔡英文是反击这款的比喻真无妥当。国民党的政治人物还有他们的候选人对于绿电跟核电的本质都缺乏完整的理解，而且对于很多的资讯跟资料的掌握都不足。我要在这里要很清楚的讲，台湾不缺电国民党5位初选参选人拢质疑蔡政府经济无变好。蔡英文讲5月报税，人民对减税感受真大。国质疑郭台铭讲无少着把财产拢摕出来，若要做6岁以下囡仔国家来饲的证件，无应该把家己的家产摕出来讲。0到6岁由国家全部负担的话，确实是一个财政上不可承受的负荷那但是这个跟个人的家产是无关的外团立法院修法管制退休的将领到中国，是因为执政党无信任着国军。蔡英文质疑放话的人是不是有代表国军的身份，嘛强调对国军是真有信心。不过过去有案例，这嘛是甲规范做较严的。记者欧文良、陈佩瑜新北市报道。
接落来看国民党初选的消息，前立法院长王金平今仔日是到高雄，甲高雄市长韩国瑜来直播。初考的时阵，也要甲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来直播，大家拢嘛在咧金看，是谁要甲谁配，王金平拢无讲。郭台铭也讲到，若赢若是要选赢，是袂用欠王金平，任何合作拢是有可能的。因若讲谁要配谁的传言，朱立伦是批评讲。民调进程唔通搁再乱讲。我们现在这是叫名来的，非常有名的。前立法院长王金平甲高雄市长韩国瑜直播来食高雄好食米，即马是国民党总统初选的阶段，敢有要表态挺韩国瑜，双方拢强调讲直播无讲政治。今天我们来开直播，以王院长讲话为准，好吧？好，谢谢。我们今天不谈政治啊，今天不谈政治。韩国瑜无想要讲民调，颠倒是表现出甲王金平的关系真好。王金平过来动向嘛，互人特别关心，敢有可能来担任副手，还是讲甲别人来配？表示讲迄拢是别人的意见，伊家己的态度就是要参选到底。什么配那个都是啊，这个别人的一个看法而已哈，这个都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干嘛这个时候要去回答这个问题？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初五嘛要甲王金平来直播，敢有可能郭王配是大家拢真关心。郭台铭嘛强调讲，王金平是那样想要胜选，袂当欠缺的资源。任何的合作的方式都可能啊，所以我想这些事大家给大家报告。但是不管怎么样啊，这个他是啊，我想任何人想要胜选都不可获得资源。郭台铭无甲话打真的，啊，毋过针对民调进程一直传出郭王配还是郭朱配，前新北市长朱立伦美讲，迄拢是谣言，认为讲毋通搁黑白化声。我觉得这完全是谣言，也不要放话，因为下礼拜就要做民调了，我有信心会稳稳的赢。朱立伦对家己真有信心，嘛继续甲郭台铭讲要提出家己的财产来赴联会记录会互国家市的讲法，是一直小济，而且佫讲有可能去达到贿选的红线。民调开始进前，各定牙的车票嘛开始出现。记者综合报道。在台中市的汉溪排水大空桥计划，打算要将中兴大学后壁已经完成的空桥继续混合较长，要来做一条清水廊道，安算在今年10月要来动工。行政院长苏贞昌今仔日也来到台中来了解，也拿台中市长罗秀燕伊缺席到行政院会来抗议行政院无甲补助做好。来到台中视察汉溪排水大空桥计划，行政长苏贞昌在记者大主持行政议会下晡就到台中，用行动表达对台中建设支持。你讲到台中市长罗秀燕在去原本要参加行政议会，却临时无去。苏贞昌对罗市长话话：当家方知柴米贵，我上个礼拜就有告诉卢市长说，你为一个市就这么伤脑筋，我还要负担22个县市，但对台中市的需要，我还是会大力支持。台中市长罗秀燕不满行政院对地方补助无到位，只有口头好处，临时发泄抗议。副市长杨庆兴也指出，台中每年交1400亿给中央，确实得到几百亿中央补助款实在无够，所以企业电费、托育补助拢无够钱。苏贞昌讲，中央地方拢是希望人民更加好，政府补助无分哪力，亲像汉溪排水大空桥计划，议会已经同意支持6亿的经费。今年在办用地取得，那年底会做一个工程发包，那预计工期2年那到110年我们会完工哦。那它的规划主要是有顾及到生态还有水域的环境。这项大空桥计划拍算延续已经伫101年完成的空桥计划，打造出水环境甲排放功能结合水化。目前完成陆川桥甲日新桥的用地测定，今年10月动工。各公桥甲陆川桥段也将伫明年发包，将结合成1.1公里的清水营造工程。记者综合报道。咱做伙来关心到天狗日的疫情，在台南本土天狗日的疫情已经累积到第4例，互看作是病原地的中西区东菜市，今日透早就开始休2天，一透早就开始转药啊。台南天狗日防治中心的专家讲，目前是无证据来证明讲天狗日固定几年会流行一摆，不过上界重要的关键就是民众的防治观念甲参与。
天狗节防治人员当咧转药当中，不管是便利商店也是市场，都是袂当放过任何时间。台南天狗节本土病例疫情到即阵累计4例，被看做是感染源的中西区当菜市啊，嘛因为安尼休市2天全面消毒。市政府的策略呢非常清楚，我们透过呢社区志工的防疫，我们透过防疫队呢基本上去组成，透过社区村里的结合，然后呢让这个社区能够去巡守，然后呢把这样的一个防疫的这个组织建立起来。市政府新建病真案展开防疫工作，民间是有学校伫校园内面的水沟啊、饲大肚鱼和孔雀鱼，有效甲蠓仔囝截掉，成功阻止蠓仔的滋生。更加有附近社区地方团体拢来遮学习。遇到大雨大水都冲不走，而且我们也都没有养它，自动繁殖，长期有效又省钱省力。2015年天狗节伫台南市大流行，病例数超过2万例，甚至讲有112个人因为安尼死亡。学校内面饲食蠓仔的鱼啊，社区民众大自清，家家户户巡道清路，防疫就敢若全民运动。但是今年解封第4冬，危机搁再升悬，敢讲天狗节疫情会周期性来发生。台南大流行那一年的前一年，高雄大流行，那其实短短2年它就大流行了，所以这个周期性不一定是几年一个周期，然后民众的习惯也会改变哈。大流行的时候，大家看到积水就会清啊，那隔了几年都没有流行，政府又把它控制得很好，那民众也会淡忘哈。虽然周期性的讲法真歹有定论，不过天气暖冬和落雨，搁再加上民众更加性降低，今年民众的防疫工作确实让人烦恼，若是会当唤起民众的意识，全面防疫对疫情才是正港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除了有蠓以及着秋兴滚塘以外，即马另外阁出现着乌狗虾了。除了着咧南投国姓玻璃以外，竹山最近也受到乌狗虾的糟蹋。这款狗虾号做是油性琉璃虾的乌狗虾，伫咧中部县市开始摊开。竹山镇公所也赶紧制作狗虾药啊，希望利用这找食的特性，早登去修理。不过专家也表示讲，这款狗虾是无固定的收，而且佫真高生，气候温暖佫湿，才会互狗虾直直摊开。民厝的周边是乌索索的狗虾，有的死计数，有的爬满条的周边。不少民众表示，最近受到这乌狗虾侵扰，生活是受到影响。就是山上也很多，然后我们街上也蛮多的，然后都会跑到我们室内，甚至到房间。南投竹山店面表示，最近受到这乌狗虾之苦，还可以爬起人身躯顶，引起皮肤红肿过敏。这本土种的油箱琉璃椅，伊用伫骨线甲玻璃较定定看的，现在伫竹山地区，嘛愈来愈常出现。公司今年投资人力，加工制作狗虾溶剂，一次大概3到5ml的这种叫剂量放在这个它蚂蚁的行进的动线上。那事实上，经过3天之后，你会发觉，这个动线上就没有蚂蚁在走路了哦。公司表示，预算开5万块制作22000罐耳剂，就会伫8号开始发放。民众摕到了后，放伫咧狗虾进出的路线，而狗虾食了后，佫带转去巢穴，预算3礼拜就有效果。而专家表示，油箱琉璃是树栖性，加上以后真侪只，繁殖甲吸引力拢真强，蚁群渐渐扩大。因为随着环境的一些变动，它就会移来移去的。那这几年，大概从5-6年前开始，这个种类就在中部地区渐渐多起来。那因为它这么喜欢吃糖水，就是植物身上一些蜜露或是一些共生的昆虫。专家表示，繁殖力强加上环境改变，气温冻过热嘛，成为族群扩大的因素。民众若是要防治，建议使伫汤水当中混入较低度性的硼砂来做成耳剂。不过防治需要时间，建议必须要持续性甲区域性来投药，才会使看到成效。记者南投综合报道。尊重每一个族群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今仔日也颁布着原住民族以生活惯习采取松林产物规则，这个也代表讲原住民若进入到国家的林地去取去办物件，若是要自用是免申请，不过有部分的物种要办是有条件限制。部落的头人也讲，过去去办去取犯法，如今是受到政府的尊重。学者也认为讲，这就是针对着原住民转型正义，代表一条路当咧行。原住民族过6000年以来，会伫部落周边森林采摘野菜、菇类、甲果子等各种森林副产品。
毋过立功国有林地采集，若无申请得受罚。农委会甲原住民委员会4号颁布相关采取规则，以后进入森林采野菜、野果、野草，只要是家己用，毋免申请。过去原住民因为采集受到处罚的人袂少，部落头目认为规则正式上路，代表行出互相理解的第一步。很多的观念就是因为不断的冲突，然后找到一个彼此相信的平衡点，这比较重要了。一个不愿意推，一个不愿意前进，那怎么办？其实原住民的社会，不管是弱势族群，他都在找到跟现在的主流社会找到一个平衡点。这个颁布的采取规则，学者认为这是除了原住民基本法以外，第一个较去明确承认原住民族集体权利行使的模式。嘛，离森林法15条修正15年以后，扩大教会前进。森林法的母法有承认，可是呢，就是在行政机关要依法行政的过程当中，苦无这个可以依循的法令啦，所以这个规则其实是另外一个很明确的，能够去彰显出我们现阶段在讨论原住民族转型正义大社会的一个前进。另外，包括牛种子这种商业头版的压力大的食物。文化资产保存珍贵罕见的食物，像台湾水青柑、有檜诺气等贵重物，是必须要报经中央主管机关同意，有条件会当来采取。记者林志文、王兴中台北报道。讲到天气无稳定，天着乌一边。伫咧中国辽宁省的开关区，初三暗头的时阵发生了假烈风，真侪物件拢加到天顶，亲像是车也是重机械，也造成着6个人死亡，190人着轻重伤。画面内底林根峰一路向镜头闪进，中国辽宁省开关区3号的暗头5点外，雄雄出现了林根峰扫过市中心，当地真侪车辆、机械，甚至是电火条拢互卷起来，造成真侪人的死亡加轻重伤。中国气象局分析是因为有冷雾系统在东北地区面顶外走。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低压环流系统，持续的时间大概已经有1周左右的时间了。这个冷涡呢，除了给东北这一带制造降雨之外，同时也会带来非常频繁的强对流天气，而龙卷风恰恰就属于强对流天气的一种。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连根风降了15分钟，造成差不多3600栋的民体受损，受灾人数强达1万人，嘛互当地开关经济开发区严重受损。目前真侪地区是无水电通用，当地政府已经组织各界的救援队伍，差不多1000人来进入灾区救灾。同款受到天候影响的日本九州，目前也是继续落雨。鹿儿岛各地传出有饮水土石流的灾情，各民众因为土石流失踪，互居民完全唔敢回去厝住。ガシャーとか心配します。ここにずっと住めるようにした方がいいなるのかな。ちょっと考えなきゃいけないかなと思います。目前，鹿儿岛甲强基当地有正8栋的建筑泡水，也是遭到土石流毁坏，阁有河川的爆花放弃。气象厅呼吁，虽然黄山河的方面有豆豆向北边刷叮当，也毋过预估到6号为止，九州地区有缘会继续落雨。伫日本东海甲关东地区刷落来的今日方面的影响范围，这2个地区民众爱加较注意。记者陈世东报道。镜头来到墨西哥，墨西哥的总统奥布拉多这礼拜提出一个上界大的改革，就是军事加治安的改革计划，包括要解散掉28万人的陆军加海军，成立掉国民卫队。未来也会重视掉毒品加边界的治安问题。改革的理由是讲，传统的军警组织已经后去啊，需要彻底改革。不过，这个改革却引起着警员强烈的不满。大批休假当中的警员请辩护，又掀起首都 Mexico 市的联邦警察总部头前，抗议政府高层借着改革的名义，打击基层警员的士气。Es que no respeten nuestra antigüedad, porque como al ejército, a la marina sí se les respeta y a nosotros como policías federales no. Mexico 现有的联邦警察差不多40500个人，但是维持治安的唔那是警方，28万名在海军当中，数量超过18万的陆军，常常方便依赖。
国民卫队就常常出现伫北平挖进美国的边界，以及南平挖瓜地马拉的边界，逮捕非法移民。这是欧布拉多中正军警组织的计划，除了面对基层警员的反弹，和总武器完全比较正规军的国民卫队，嘛变成执法的主力，引起未少质疑的声音。路透社报道指出，欧布拉多家己嘛知影讲，要彻底融合军警变成一元化的治安武力，实现的可能性其实并无介悬。记者综合报道。种族歧视有各种的形态，除了你的皮肤色水以外，亲像伫咧美国有真侪人是非洲裔，因为头毛乌骨球常常变做一种 deadlock 的造型，互看袂惯势，引起了歧视的争议。伫咧美国的加州，在初三的时阵立一个法，也是美国头一个有这款法的。这个法的内容就是禁止别人踮咧职场甲校园歧视别人的头毛型。美国纽泽西州一个高中小演的选手，去年伫比赛时阵，去互裁判要求讲，爱甲头顶的头毛尾割掉，才会当继续比赛。无法度之下，伊竟然会当当场割掉，引起真大的争议。未来这种状况袂阁出现伫加州，因为州长纽森初三的时阵同意禁止学校甲职场发生歧视的 SB 188封管法案，变做全美第一州。提案立法的加州州议员荷利米切尔等等，一名非洲的女性伫边仔见证，嘛欢喜甲大声喝休。非洲的本身就是深乌色的球毛，无特别整理就会变做爆炸头。真侪人拢会选择白头毛尾，也是玫瑰头顶顶的造型来整理。所常常去互别人看无，伫学校去互欺负，伫工作场所去互认为无专业来去影响到升官，甚至是去互洗头路。非洲的常常去做头毛的所在，真侪人客拢是来甲头毛电复的。毋过其实有愈来愈侪人无满意，是安怎配合外界眼光标准，改变家己天生的模样。I'm going to get that pull into the office like, hey, I like your hair, but that'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You know, you might want to change it. And I have a lot of clients who do work in corporate role. And now they're like, okay, I'm about to wear my natural hair because it's being accepted. 非洲的女性是美国头毛产品上大的消费者。为着要甲头毛救复直，维持头毛金骨顺，常常来接受化学物质，嘛会因为安尼去影响到健康，甲开真侪钱。提案的参议员表示，希望讲会当拍破大众甲职场，登记用欧洲认证做标准的审美观，互深色的皮肤甲揪头毛袂阁变做因自卑的原因，保护群族身份的向定。今年2月份，纽约市嘛通过要共的立法。记者综合报道。镜头看转来到咱台湾，立法院今仔日三读完成政治档案条例的立法，规范着档案订集的时间，自民国34年到改严为止。如果政党拒绝将档案转做是国家档案，相当会当罚500万；如果是损害也是暗砍着政治档案，相当会当关5年。小转会也强调讲，政治档案的条例是有规范的，会当找出着历史的真相，也是推动转型正义上界重要一脚步。政治档案条例草案修正通过。争议真久的政治档案条例立法，被暗暝时阵三读通过，明定法规主管机关是国发会，订集时间是1945年8月15到1992年11月7日为止。但是政党也是扶持组织拒绝政治档案移转做国家档案，相当处500万罚款。若是废掉暗砍政治档案，会当处5档以下徒刑。不过对这起调查协商到下晡的大院表决，哪里自头至尾拢无共识。立这个政治档案法，要强行征收或者没收这些政治档案，我要跟各位报告，有违宪的余地。装睡的人永远叫不醒。你哪一些莫名其妙理由假开放，正在阻挡国民党逻辑，永远是这一套。那亚质疑没收所有档案侵害财产权有危险的记录，但也是对那亚提出的主管机关应该是小转会，嘛袂当认同。那你如果一定要限定这样子，那就是跟促转是一样喽。所以我们是希望本条例的主管机关要改为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现在他们要把这个重大的责任，这个条例的主管机关要放到他们口口声声在指责的那个机关身上，那不是神经错乱吗？
政治档案条例通过了后，未来政府机关必须要伫咧施行日开始的6个月内清查完政治档案，必要的时阵会当延长6个月。政治档案应该伫咧指定的期限内移转做国家档案。若是依照国家机密保护法设定做永久保密者，是暂无移转。促展会强调讲，政治档案条例对政治档案的定级解密有特别的规范，对还原历史真相有帮助，是台湾推动转型正义过程当中重要的一步。记者综合报道。昨夜发生着警察护旅客台的事件，咱也做伙来关心着警员因的风险，特别是伫车厢内面空间有害，当着攻击事件，就爱看个人的反应哦。有的员警是表示讲，其实警察拢有配穿，只是讲伫咧铁路以及着捷运顶面用穿的司机是较严格，因为惊去弹着其他旅客。目前是有配着电击枪，也会当用远距离的方式来攻击，比空手也是警棍更加安全。市区民众摕着武器甲警方对枪，非常危险。警察使用电击枪成功将人制服。特别是这份警察队展示平常时特勤的装备，不只有警棍、驾驶喷雾，也有电击枪，又搁挂着警用枪，暗过强调，唔是万不得已被使用。手枪的部分啊，如果这个歹徒啊，他持有的武器啊，确实是很具有杀伤力的啊，我们可能就会使用比较杀伤力的这个警枪啊，来做一个反制。用枪司机有大敏感，其实交通警察上清楚，因为平常时主要拿检勤务就是酒测，有当时拄到身体无清楚的醉汉来呛堵，按个面对暴力攻击，只好使用车顶警棍，除非拿检对象车顶有枪，或者是进行毒品办查勤务，才用枪。平常时交通处理是一个人作业，假使遭到凶凶攻击，风险是袂小。譬如说在取缔交通违规的时候，是比较容易一个人在做一个执勤，有遇到如果说有民众拿枪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危险。他们巡逻一定是2个人，但是我们今天是处理事情的这位员警，他是备勤上去处理，那备勤他就可能只有1个人上去，这个部分可能也是之后可能要再加强。警察工作权益推动协会表示，铁路警察特勤拿检身亡，显示警方人力配置无够以外，也爱检讨平常时勤务训练是不是实在。因为临时性的杀人事件，可能是真歹防止。警察特勤安全训练强度，恐惊需要搁再提升。记者综合报道。说到来，咱来关心劳工的权益。中央空服员罢工到了第15天，劳资协商目前是无结果。也在日前，中央发文予外交部，要求要来协助这些空服员重新办护照。外交部也讲到，目前完成的人有18人。通知空服员职业工会按算在明仔透早要核调30名的空服员，自南崁出发，行到总统府，表示要来拍倒自封的决心。致电6601，让我们帮助你。2座喇叭就放伫咧中央票务服务中心的大门外口，佮一直发声讲欢迎罢工的空服员转来。这场罢工已经是第15天，劳资双方到今还佫无法度达成共识。之前有空服员想要甲交出去的3部证件摕转来，转去做工课，啊毋过煞去互工会来拒绝。中央伫顶礼拜发文予外交部，要求外交部协助中央机组员重新来办新的护照。目前为止办的是18本，他必须要有检察机关的报案，必须根据护照条例相关的规定。其实，伫劳动部的安排之下，劳资双方伫初3暗时进行无公开的会前会，啊毋过干那修正家己的团体协约的法律文字，无其他任何的共识。什么时阵过来协商，嘛还佫毋知影。会后中央发表声明，表示讲双方针对无涉及实质谈判团体协约结果甲法律性的条款交换意见，对团体协约签约的时间真有帮助。啊毋过，这个讲法甲工会声明的几落届要求中央提出正式协商的日期，无得到确定的回应，两边的讲法是差真多。我们是希望他们在细节上面先讨论清楚来，然后免得说上谈判桌的时候，常常没有办法聚焦。为着要争取总统蔡英文还有社会大众对罢工的支持，工会预计初时早起5点40分核调30个人，拄桃园南崁罢工的布棚出发，用行的来下过3个县市去总统府，希望讲会当透过可行的活动表现出空服员坚定的意志。若是工会甲台湾保全公司的合约已经伫顶个月30号结束，对这个代志工会驳回。目前双方协议伫工会找到后一间保全公司进行暂时保持合作的关系。目前3保是放伫咧公职第3方。
在我们找到新的第三方公证人士保存之前，都先暂时维持我们的契约关系。因此，直到现在，我们都还跟台湾保全有着契约的合作。工会讲，中央一直无愿意放下威权，今嘛要开钱嘛要打击工会的态度，让这场劳资对决提升到国家监视会当保障劳动者，会当有劳动人权的战绩。啊，毋过桃园市长郑文灿讲，罢工是一种手段，协商才是真正的目的。政府的角色是要和劳资协商，必须要遵守这个规则，才会当和劳资双方更加对等。记者综合报道。人讲食人的饭，还人的问。文化大厦教育推广部成立48年啊，从好做是金家母，但却传出着学校认为推广部几年拢了钱，佮再加上学校受到少子化影响，估计108学年上摆情形有可能会了5亿外，也开始看人力的分配。在今年顶半年时阵，就抬掉40人。官方讲，明明学校就趁钱，为什么要替推广部来督销？你为什么是用员工当牺牲品？讲话态度严肃、严正控诉学校文化大厦提供教育部的员工指出，学校以有过108学年度抢劫会了超过5亿的理由，今年顶半年大规模资遣推广部员工。财报数字已经显示，中国文化大学在106年总盈亏只亏了7000多万，跟5亿相差何止一步之遥。我们其实不知道这个数字为什么会这样算法，也许数学跟统计精通的许教育长，您可以来做一个回答。推广部员工提出财报数据，指出学校虽然去年亏损7000多万，但是对101学年到106学年赚有1亿外。但是去年7月，推广部教育长柯慧芳上任了后，今年顶半年就资遣40个人，各有10个人接到7月资遣通知，其中各有工会干部，所以被质疑是不是在打压工会。你要解雇员工，你必须要先证明你真正的已经了。没有其他的安置或者辅导的措施。6月28号通知，7月9号就要解雇员工，明明白白的违反劳动基准法。针对质疑的声音，文大学校回应：5亿3000万的亏损是保守的财务角度，推广部若是继续了钱无改善，就可能出现这个亏损。而且2月份资遣无进入劳资争议庭事，6月底的资遣嘛同时提出比法规的离职方案更加好的方式，互员工选择。针对文大资遣案，教育部指出，学校人员离题应该依照法定完备后来庭事，搁要符合劳动法规。台北市政府劳动局指出，资遣是最后手段，车主应该尽量协助劳方，像讲职务调整，伫6月25针对40名员工资遣进行调解，按算7月初9搁有第2版的调解。记者综合报道。那边个桃园队昨宣布讲要来转卖，球员是伫昨中昼红调集才知。队长林鸿玉也讲，球员的心情加减是有受到影响，不过相信公司会做出上好的选择。总教练洪一中是顶礼拜就知，也认为讲球员球队唔是解散，用平常的心态迎接后半球季。中职30年下半季初5开始，南美国队的球员做伙拜拜，祈求一切顺利，继续保持好成绩。春轮了后，继续进行接球甲拍球的练习。球员甲平常时的训练拢同款。针对球队要去互转卖的消息，队长林鸿玉讲，是初3中昼临时去互找来球场，领队当面宣布了后，球员才知影这个消息。当然当下会有一些怎么会这样子？可是相对的是，他把他讲完之后，然后他又开了记者会。我相信选手就是明天我们还是下半季开始，还是要调试自己的心情，然后对球赛或是下一步的话，我觉得就是把它准备好了。心情济少拢会受到一寡影响，毋过无伤大的冲击。林鸿玉讲，相信公司会做上好的选择。总教练洪一中嘛讲，顶礼拜就知影讲要去互转卖，迄当初嘛感觉无啥物意外，因为12年以来一直拢知影讲公司要继续经营有偌困难。球场的翻新啊，然后二军的建构啊，洋将的增加，球员的增加，这个在都需要经费假如说再继续这样撑下去的话，我想或许还会影响到达米狗的本业。毋是解散，是转卖。队员甲职员的权益无受到影响。洪一中表示，做家己应该做的，就是比赛甲赢球，用平常心来迎接后一个球季，向3连霸来拍拼。记者综合报道。
人讲行万里路，胜托塔万贯丝。伫咧全球排名上好用的护照排名已经出炉啊！根据着英国一间公司 Honey Partners 调查，主要是根据着免签的国家有偌济，台湾有146个免签的国家，全世界排名是第30名，也各位唔通嫌台湾啊！ 台湾个人去年出国旅游人数超过1600万人。英国顾问公司hen利公司公布2019年第3季全球好用护照指数，日本甲新加坡做伙来做第1名，台湾得到第30名，10年以来进步24个名次。台湾呢，名列第30名。那这个最主要就是根据护照的好用度，那它的评审的标准是有关于免签或者是护照的可信度。这份报告根据国际航运协会的数据，主要是以免签国家的数量来做排名。日本甲新加坡免签的国家数量有189个国家做伙来做第1名，芬兰、德国、南韩有187个免签国家是第2名，台湾是以146个免签国家进步到第30名，若是中国是第74名。最明显的应该是美国，以前我们去办理签证的时候会非常的麻烦，变成我们只要网络上面提报一些相关的资料。旅游业者认为，台湾护照排名进步真济，主要是伫咧2012年开放台美免签的影响上大。外交部表示，去年协助个人在外的旅游吉人救助有7892件，其中护照落去占6成是上悬的。护照个人出国的时阵，爱加利用外交部的赖有提供吉人救助的资讯。记者综合报道。 要长征的再搞，未来伫台湾会当看会到咯。原本伫日本东京上野动物园10岁的母再搞希腊，初一也来到台湾。目前当咧台北市动物园检疫，上近1个月后就会当甲民众来见面咯。 原来猫配着大大目睭，还佫亲像精灵共款的三角形的耳仔，后壁经一条长长长长的尾。这只真奇特，原本饲伫日本东京上野动物园的母的子狗希腊，4月1号坐飞机到台湾，目前正在台北市立动物园进行检疫。 用一个日夜颠倒的环境，所以民众进去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它是属于一个比较活跃的一个状态。它主要是以昆虫为主食，那当然还是会提供它一些蔬果类的食物。They very sensitive to the sound or flashlight of the cameras to maintain the eye healthy. To keep the eye will be relaxed. 台北市立动物园表示，紫狗是体型上大、野生性灵长类，上奇特是演化器官是细细长长的中指，用来讲着树体甲树身找物件食。也因为伊身特别，曾经被生物学家误分类是猎奇动物。1933年一度被认为伫野外灭绝，1957年重新被发现。目前全球人工所饲的紫狗只有57只，已经列入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动物红色名录。病人绝种很大原因是因为它的长相可能不像大家想的这么的讨喜，所以它的感觉会当地人会觉得它像是一个小恶魔，所以看到的时候他们觉得可能会带来厄运，所以他看到通常就是会直接捕杀掉。园方表示，生活伫马达加斯加热带雨林的紫狗，只是伫树枝之间的受困。 每晚时阵才会出外来找物件食。未来所在新厝已经布置完成，等待检疫工作完成了后，上近1个月后，应伫热带雨林区纳里馆甲大家来见面。记者综合报道。 接落来关心到生态甲环境，伫咧台东县池上的复兴村社区发展协会，正咧进行当地的生态调查，发现讲有一位蓝地仔有发现到消失30年，也就是强迫长种的参高鱼，也是台湾特有种的菊地是细节。 也发现到消失40年的赤子鲨甲克拉鲨这2种的食物，也发展协会也呼吁到政府赶紧来甲保护。这块蓝地就伫咧池上乡复兴村一个真大的稻仔田中央，面积超过20多公顷。社区居民今年发起社区水文生态资源调查，所以挖伫蓝地水域，获得一种30公里进前捌是池上便当菜，做白鱼干的鱼仔，毋过后来所消失的台湾特有种。菊地是细节这种鱼仔，
各地是涉及2017年时阵，去农委会列作国家濒危物种，而且敢若伫宜兰、花莲、台东三个县市的正水水系才会当看到。这个发现对地上乡的生态环境真重要。捞大浪鱼，我马上把那个照片传给懂鱼类专家的老师，他说：“这个就是那个鱼。”那它会不见的原因，就是可能就是有很多的工程啊、农药啊，或栖地破坏，甚至外来种入侵等等，导致于它现在变得非常非常的稀少。另外，社区调查阁发现讲2种区域灭绝的蓝地沙可食物，一种是体型较细刺茧沙，一种是生长伫水边台湾上悬的克拉沙。社区嘛呼吁讲政府要赶紧来采取保护的作为。湿地的生态非常丰富，所以我们就放弃。给农民承租。我们把初步的那个调查好以后，那环境整理好，我们来申请，看是国家级的还是地方级的，给它保护起来。张耀成讲，目前已经甲林务局来配合，可能会采取过度开发的方式，做好蓝地保护。不过社区发展协会希望讲会当赶紧甲蓝地内底危害到这3种动植物的外来物种处理掉，避免因受到生存竞争的威胁，搁一届来消失。记者综合报道。树仔甲咱生活真接近，咱对树仔也有感情。在屏东市的民和国小校口学校门埕有一丛100年的青仔，也真正因为雨落伤大，记载袂牢，规丛拢倒去啊。经过判断是已经无法度来甲扶正，校方也认为讲这是一个真好的教育机会，特别举办了一场堆树活动，陪这个老树行最后一逝。屏东市民和国小学生啊，分搭啊来向倒伫涂骹的老青啊告别。学生甲附近的居民对着这丛有100年历史的青啊，充满着回忆。有真侪学生捌爬起伫树仔顶耍，嘛有人伫树骹歇凉。青啊倒去，大家拢真唔甘。谢谢他在那边伫立那么久，然后陪我们读了60年的书，接下来还会再种1棵新的，然后可以继续陪下一代。我听爸爸说，他以前常常在那边玩捉迷藏，就是心里很不舍，因为他陪伴了我们那么久。学校门口正平有3丛老青啊，其中一丛因为雨伤大，记载袂牢倒去，已经无法度扶正，只好错掉。学校认为讲这是予学生了解生命价值的机会，所以伫树仔错掉进前，举办堆树的活动。生命是无常的，不管是植物或者是我们的亲人都是。有一天会离开我们利用这个机会让小朋友体验我们生命的离开。如果说碰到我们的亲人或者像我们的榕树，他离开的时候，我们要学会怎么来去调试。囡仔伫老树头前唱歌，陪伴老树行最后一逝，祝福老青仔到另外一个世界会当过了幸福。民和国小借着这场活动，教学生仔珍惜甲亲情朋友斗阵的时间。记者综合报道。在南投草屯的平拿里，出产的奶子是真有名。无论是奶子的色水、甜度，也是口感，拢是人食人学老。当地的奶子树，拢是由3丛100年的奶子树所混出来。这个100年奶子树也代表着平拿里的历史发展。草屯平拿里是位伫99号山脚中潭公路边啊，这几片奶子树当初拢是对着3丛已经有100年历史的老丛开始，发展到现主时，有200外户的民众拢是靠着种奶子来过生活。我来这25岁呢，大家都看恁安尼经营了遮出事啊，安尼遮成熟好啊，搁快种，伫这丛接的，内底要一丛咯。伫这路中接的。虽然讲今年奶子收成无好，不过草屯这边因为天气好，日头嘛有够，奶子同款是真大粒，而且是吃起来真顺口，汤嘛真济。到了大出的时阵，定段是吃不完。所以我们现在的农民呢，他们开始又多元化的经营，他们种玉荷包，还有种糯米种，这样子的话，产期大概可以拉到1个月左右，甚至更多一点。此外呢，我们这里还有一个菜市农民，他种巨无霸的。那个经济价值更高。目前草屯镇奶子种植的面积大约是500多公顷，其中有将近一半是种伫平拿里内底。规粒100年奶子树一直伫拓种，100年来有人讲是守护着村内人，嘛随着这平凡的庄脚，成为了全台湾上优秀的乌叶奶子产区。记者综合报道。最近炎天赤日头，西北雨落伫中昼后，来看气象预报上明了。
北部地区为27度到35度。中部地区为26度到33度。南部地区为25度到31度。东部地区为26度到34度。再来看外岛，27度到32度。新闻的最后，带您来到日本看一个真特殊的博物馆，也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嘉豪，马仔嘅时间，咱再会。